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今仔日嘛是用线顶看影片的方式来上课。安尼，咱先甲顶一届即个学到的语词有身躯的部位，咱一个来念两遍好啊对老师做伙念哦。第一个是头壳，头壳。第二个颔棍，颔棍。第三个手，手。第四个腰，腰。第五个腹肚，腹肚。第六个肚脐，肚脐。第七个骹，骹。第八个指甲，指甲。第九个手指头仔，手指头仔。第十个尻川皮，尻川皮。安尼，咱即摆来练习看觅，看到即张图卡，你爱讲出正确的答案。比如讲，即张是啥物？对，答案是腰。过来，后一张，请问这是啥物所在？答案是手指头仔。安尼咱会当对咧念一遍哦。过来，即个是啥物所在？答案是尻川皮，嘛会当讲做尻川。即个是啥物所在？这是骹，对，真好吼。这是啥物所在？腹肚中央的哦。无毋对，就是肚脐，一粒肚脐，真好。请问这是啥物所在？对，这是指甲，指甲。这是啥物所在？头壳，头壳，真好哦。请问这是啥物所在？手，手。这是啥物所在？颔棍，颔棍。请问这是啥物所在？腹肚，腹肚。好，安尼你敢有拢摇着啊？好，即摆咱要来进行另外一个游戏。即个游戏就是来摇看觅，啥物是甲即几个词相关呢？所以我会讲两三个相关的语词，你着爱想看觅身躯的倒一个部位会用着遮个物件哦。爱讲出迄个部位。安尼咱即摆来试看觅。第一个就是鞋仔、鞋仔、行路。这三个你会想着身躯的啥物所在？对，就是骹。真好哦。好，过来第二题，写字、画图、拍手。写字、画图、拍手，你会想着啥物所在咧？对，答案是手，真好。过来第三题，发烧、想代志。发烧、想代志，你会想着身躯的啥物所在咧？对，答案是手，真好。过来第四题，发烧、想代志。发烧、想代志，你会想着身躯的啥物所在咧？对，答案是手，真好。过来第五题，发烧、想代志，你会想着身躯的啥物所在咧？
对，答案是头壳。头壳。第四题，摇呼啦圈。摇呼啦圈台语会当叫做见摇裤仔。见摇裤仔，摇见摇裤仔，你会想到啥物所在呢？对，答案就是腰，你的腰。第五个，怀孕，台语叫做有身，有身，你会想到啥物所在呢？对，答案是腹肚，腹肚。有身你会想到腹肚哦，有身嘛会当讲做是大腹肚哦。好，安尼今仔日的游戏就到遮，咱继续来练习。各位同学大家好吼，安尼咱最后的时间吼，来听即个听看卖啊，大家若是有早课本的话，会当掀到90页吼，91、90、91页吼，啊，咱来听看卖。咱照顺序吼，甲伊讲着诶，甲写入去内底吼。第一个是讲猪仔诶啥物所在，第二个是倒一只猪仔诶啥物所在吼。咱来看一下，吼，安尼斟酌听哦，听看卖甲顺序写入去。第一，头壳。第一，头壳。第二，腹肚。第二，腹肚。第三，肚财。第三，肚财。第四，尻川皮。第四，尻川皮。好，安尼四个大家应该拢知影答案嘛吼。安尼咱来看答案是啥物咧？你敢有拢摇着啊？你敢有拢写着啊？安尼咱即马吼，甲课文搁读一遍，啊，来唱歌跳舞，吼，啊，等下了后咱就准备要下课哦。第五课，我的身躯，我的双手忙东忙西，我的头壳真正厉害，目睭面顶2撇目眉，腹肚中央一粒肚财。好，安尼咱最后对咧即个舞蹈吼，即课诶舞蹈做伙跳一遍。双手忙东忙西，我的头壳真正厉害，目睭面顶2撇目眉，腹肚中央一粒肚
安尼今仔日台语课就到遮，大家转去的时阵会当加练习咯，加练习，你的台语就会变搁较好哦。好，大家再会。